年。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继续关心苏丹红上新的消息。咸姜仔粉内底验出会致癌的苏丹红这个风波，要持续伫咧增加。即马高雄地检署嘛查出丁赞胜利的负责人，以亲戚朋友的名义伫咧台湾设立10间公司，还佫伫咧中国农村买咸姜仔粉的原料做进口甲加工。查到胜利的负责人，还佫2个女性的员工已经升压。为法院裁定这3个人交保，检方嘛提出控告。致癌的苏丹红辣椒粉代志也未煞，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继续扩大检验了。初步搁再查到，丁站国际贸易公司2件无共产品含有苏丹红，总共21000公斤，流向台北、桃园、新竹、南投、台中、中华等9个县市。下楼厂商搁再增加11间，卫生局除了处分停业6个月，还搁追加重罚120万，总共加起来，即马已经罚438万。于3月8日晚间再检出一批含苏丹红成分、内含2个有效日期产品，均检出含有苏丹红成分5到22 ppb， 限量标准不得检出。中检查出，丁站姓李的负责人用亲戚朋友的名，伫台湾开10间公司，并且伫中国农村收购辣椒粉的原料进口加工。法院裁定负责人甲2位女员工交保，检方会提控告。法院审理后，认被告3人虽有上开情事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灭证、逃亡等情事，但相关证物已经本署查扣，而无羁押之必要，预支以80万元至2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本署检察官将对此裁定提出抗告，后续亦将持续清查比对相关账册资料，以厘清案情全貌。桃园市卫生局讲，经货币食品使用保险公司含有苏丹红青辣椒粉原料所制作的产品，维护桃园16间食品业者，拢已经通知下季回收。对苏丹红辣椒粉卖到全国去，搁再新增加白胡椒粉加沙茶酱内面有苏丹红。卫生部讲，会伫1个月内完成后市场查检，将规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拢查不清楚。月内我们会把这些来龙去脉，这一些含有苏丹红的这一些辣椒粉的去向把它完全厘清。如果说末端的业者他自清那自我检查，或者请他上游提供原料的这一个厂商出具那一个检验的证明，那这个事情就比较容易解决。明天食药署会找这个相关的工协会那召集他们一起讨论这个有关于自主检验的这个事情。食药署一直到3月初8，总共下架加防治问题辣椒粉加产品15万2000公斤。记者综合报道。